南投一间餐厅的头家，甲德山的指南宫求一只金鸡，放伫柜台已经放10冬，想袂到最近，互一个秘密气的男子偷摸去，头家才唔甘。指南宫的主委讲，金鸡都爱本人去求，本人服侍，安尼才有祈福的效果。 查某人派一卡黄色的鹿仔，鬼鬼祟祟行入去机车行，佮行出来夹隔壁餐厅放伫门卡口的扫帚，开始扫涂骹。扫落来看附近拢无人啊，伊就行入去餐厅的柜台，将菜伫桌顶指南宫的金鸡摸入去鹿仔内底，规只共抱走。算了啦，因为那个也拜很多年了，有一点不舍。 过当天，头家开门做生意，发现近10年的金鸡放去，刚开门就发现扫帚甲椅仔有红点当过，佮看到金鸡放去，紧着监视器，才知影贼仔离经的行为。他是假装去隔壁问说要买机车了，然后就拿着扫把假装在这里扫地这样子。指南宫的金鸡唔是黄金控的，是金色的塑胶片做的。 要求金鸡，就爱拔掉3届的成花，佮到3600号冰封，才会当车倒转去，而且爱佮逐工换水。被抱走哈，应该被拖走，就表示可能是金鸡哈，土地公想要请他换新的啦，好换新的再请土地公加持。庙方讲，金鸡上好是本人来求，本人来敬，才有祈福的效果。金鸡红头冒气，头家真无奈，讲会去求一只新的金鸡回来，继续保庇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